国立传统艺术中心举办第6届成功新秀舞台，有10多个无工剧团的优秀新演员做伙来大车拼。除了有歌戏、京剧等等5个戏种以外，也会当互民众看到这新一代演员安怎把这老艺人的功夫传承落来。 台顶少年辈的演员，当咧搬877等等才会歌戏出。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对2016年举办到达已经第6档的新秀舞台，这届除了延续双剧种的形式，嘛阁增加着专场演出，和一寡少年辈通有家己的机会。那这一次，他把这出戏的精髓跟他的表演的能量，通通传授给王杰霖，包括是眼神，包括眼皮要多松。 他都学到了。团结中心表示，这个因改变演过方式，采取公开竞选，搁再由着7点人邀请演出，总共有12个戏剧团，再来新秀，包括歌戏、客家、京剧等等的剧种，和因通共台拼戏，就算歌戏，观众嘛通看到无同的气味。所以呢，咱能够看到，虽然同款是歌戏，但是伊无同款的风格呈现，所以对着少年人来讲，是一个真好磨练的舞台。 团结中心表示，这个新秀舞台嘛是一个传承的意义，让大家见证着新一代演员如何传承资深技术的功夫。剧展对10月20开始，在台湾戏剧中心演到11月中。记者丁不离台北采访报道。